过来看南投的部分，上届嘅南投县立委选举，用实立委总会如喺南云拿到，其中第一选区嘅立委吴敦义，提莫拉克风采过后，以接刘秀贤来做行政院长，空下来嘅席次，咪系国民党嘅马文君补选上嘅，也被马文君也继续选上来连任，而嘅对手系民进党提名嘅钟国兴。对也2败嘅立委选战来看，包括草屯、国乡、中寮、埔里、仁爱屯5次，也6个乡镇嘅提选区，客家选票过场有一些的变化。国民党虽然赢嘅，不过民进党嘅支持度啥天天嚟睇变多，蓝绿势力的变化，会睇一摆选举后出现黄金交叉模，系睇下观察的指标。拜托再拜托，合手过合手，民进党提名嘅呢位候选人钟国兴，只係第一擺參加選戰，同地方方及冇睇到年底，所以佢聽參選了後，13萬行基層，希望顧客多年認識佢。因為外整次連任嘅國民黨候選人馬文君，亦會係現任嘅選民嘅反應係相對激烈，看起來是較正面。不過對08年呢位選舉，國民黨透過省還有埔里兩大客家鄉鎮，所拿到3強4嘅選票。那麼民進黨係分別拿到13%同16%嘅選票，但是到09年第嘅呢位補選是出現6嘅變化。國民黨嘅支持度增加2%，但是民進黨嘅部分，國省鄉增加到21%，埔里鎮增加到24%。所以禮拜各種選票係咪會個變化，藍綠兩片做下真擔心又真注意。虽然自己还讲得不够好，可是我相信用真诚的心，他们都可以体会到。那我希望说，用这样子的一个当是客家的女儿这样的心情，来协助所有的乡亲，来获得他们的认同，也来争取他们的支持。那客家族群在台湾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，客家文化有它美还有好的一面，那也是台湾文化一个很重要的资产。我如果有机会当选立法委员，我会在这个文化还有客家精神的传承上，尽我最大的努力。除了提出政策来写客家選民嘅注意，兩大政黨嘅候選人未對採地產業表示關心。除了希望政府嘅政策是真正做到照顧農業之外，亦希望公投當選了後，是聽受行銷採地嘅產業，進而提升農民嘅收入。像最近我们这边有很多人种咖啡，其实品质都不错，甚至也比国外的还好。可是怎么样让它的能见度可以提高来增加它的经济收益？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，这是中央的资源应该妥善运用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把资源用在刀口上。我本身长期在这个国际上参与国际标准会议，我有很好的这个国际观，我可以帮忙台湾。在地经济发展出来的产品做这个国际行销，我觉得这一方面应该是政府想办法来帮忙。禮拜嘅選舉除咗藍綠之外，出身中寮鄉嘅何國龍，未用台灣中義黨嘅身份登記做候選人。呢段時間未3萬人套基層進行，不過同網相關資源嘅聽數下，恐怕無法度對藍綠對決嘅選情產生靜態影響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